现在你在吃的是那啥人那么窝里哇？要说那个里向是钢筋啊。海里先开了口口。哎呦，啥个么子讲？我跟你讲，叹为观止啊！看这些鸡蛋壳的哦，这里还有啊，包含的汉字太多了。biang biang 面，这个是 biang biang 蛋，要说啊，真的是上龙后厚啊哈。张文长，汪精卫的秘书，历史人物。那么呢，还会得等多少小时个讲？做了关进去放出来了，放出来是放了该打。哦，汪精卫个秘书住了一个院子里噶。那么现在阿拉海嘞？来这西头。这个认得你多啥人个啦？那么是老朋友了。哦。这个就是文物，别个地方看不见的中国工艺美人，你拿着让我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，看像不像？如假包换。哦，这个就是你的工作室啊？就是中国碗自己端。哦，那镂空怎么弄啊？镂空有很多钻头。这个语境看。从来分看见过，正宗的炸的小羊，用这个气囊往里面充气，蛋液都挤出来了。哎呦，那这个蛋黄都碎了哇！也就是说，你吃了几十年的炒蛋、炖蛋，不能吃荷包蛋的哇。对了。来上个厕所。哟，那门啊没个讲，这还有个女子老一老子，40%个男子，整个大白人搞是不讨厌。你想想看，这是80年代啊，80年代这个是豪宅啊，不容易啊。全西农最好的房子。为什么最好的房子会分配给你们啊？西农最有名的教授。哦，小小蛋壳有乾坤，人民日版。中国工艺美术陕西名师，那我要叫你一声文大师。大公报。哎，那你是文明海那位了？媒体都这么说嘛。哦，这个又是哪一位啊？我是二姨。二姨夫啊，好，你们好，请坐。你们什么时候去海南？15号以后。你们就像候鸟一样迁徙。现在这个房价怎么样？2万左右。那不贵嘛。八姨来了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你们2个人，二姨跟八姨一点都不像，细看粗看都不像。哎呦，要说你要会掰噶，我才是戒指会弄的，擀皮子是肯定不会。那哪来噻？啊，会说他个？不会说他娘来嘛？不错的。领个。怎么样？再高的连他人一样。哎，这样子我公公啊，你看旁边的这个是我叔叔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那你上来等吃吧啊！哆哆咪嗦嗦嗦，哆啦嗦哆啦嗦咪软咪软哆哆软咪软咪嗦啦西哆软咪软哆嗦哆。手动，赶紧动手，我肚子都饿了，这么一唱。马子整整1个半钟头，中山北海这里带了海个山上熬个节奏。耶，这边怎么可以用煤气的呢？哎呀，我要去问一下他，这什么情况？要说啊，你到哪才用煤气个家？你不是讲个排出风脱子嘛哈？余中人带头。上个世纪余中人带头，根本都侪带头啊。来几个嘛，口那个不灵嘛，当然怕脱。根本主要那我的设备坏脱，不是不还用？他跟我讲煤气都不能用这里，全都用的是天气啊。巨乳擦臭。冰绝症，5人几度，随意啊！东西南北啊！好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陕西人家的聚餐，而且还和这位艺术家坐在一起。我不是他粉丝。这个里面有姜吧？啊，对啊。这个饮食文化和我们那边差距还是蛮大的。寿司冷门来的嘞，整个吃法好贵呀！洋葱还拌毛米个啥都没有用。欢迎这个叫墩墩子，戴小戴姐，我到海南来找你啊。好，我们这三亚欢迎你，省我一个旅馆费，我就可以在你们家打个地铺。吃啊，要是啊，哎，我跟你出路费飞机票，省得不得了。那个戴想得透。哎，我是最不喜欢旅游，